大概3年之後咧，布里斯班咧就有一個新嘅基建項目落成啊！呢一個基建項目落成之後，將會咧唔止對布里斯班，而係對整個咧東南昆士蘭同埋周邊嘅城市帶嚟一個翻天覆地嘅影響。但係好有趣，有90%咧係布里斯班嘅居民，又或者咧喺東南昆士蘭嘅房屋投資者啦，都完全咧唔知道啦呢一個基建項目嘅重要性。如果咧你本身咧係喺布里斯班黃金海岸陽光海岸嘅屋主嘅話啦，就一定要咧留心睇下以下呢條片啦。而呢條影片嘅後半部啦，就會同大家預告一個土地建屋嘅項目。呢個項目咧最特別啦，就係可以用一啲合法嘅途徑啦，令到嘅租金回報啦可以高達7厘以上，足足啦比坊間嘅獨立屋嘅回報啦高咗超過1倍。如果你本身咧喺布里斯班揾緊啦一啲嘅投資嘅項目嘅話，你咧記住咧要睇到最尾啦。喺呢條影片出街嘅前2日，有一則嘅新聞啦，震撼咗整個東南昆士蘭嘅建築同埋地產界，可以話咧係繼啦奧運公佈之後啦最大單嘅新聞。如果對咧東南昆士蘭樓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啦睇到最後啦。呢個咧係我目前見過用嚟解釋布里斯班東南昆士蘭人口增長最好嘅地圖。粉紅色嘅部分呢，就係已經城市化嘅範圍，中間呢紅色嘅核心部分就係 Brisbane City Council 市政範圍。南面呢有 Logan City Council， 西南面呢有 Ipswich City Council， 至於北面呢就有 Moreton Bay City Council， 東南面呢就有 Wetland Bay。呢5個咧本地嘅市政地區啦，組成咗俗稱 Greater Brisbane， 即係大布里斯班地區。至於喺整個大布里斯班地區嘅南面啦，就會係享譽國際藍色範圍嘅 Gold Coast 黃金海岸。至於北面啊，就係澳洲本地人嘅度假勝地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至於西面啊，就係接連啦澳洲第2大嘅內陸城市 Toowoomba。而依整個嘅範圍啦，我哋一般咧叫做東南昆士蘭 （South East Queensland）。喺上年年底啦，有新聞稿啦就指出啦，昆州政府啦有意啦喺2032年奧運之前啦，將整個 South East Queensland 嘅範圍啦都納入為布里斯班嘅版圖，令到整個嘅奧運宣傳啦更加宏大，而各個城市之間啦又可以作出互補。而去到咧7年之後嘅奧運啦，呢一個嘅範圍嘅人口啦，將會達到480萬，比起2000年嘅時候悉尼搞奧運，整個大悉尼地區嘅人口啦，布里斯班搞奧運嘅時候嘅人口都仲要多上80萬。而奧運之前啦，昆州政府真係將整個東南昆士蘭納入為布里斯班嘅範圍嘅話啦，布里斯班嘅人口啦就會由2026年而家大概280萬嘅人口啦，急增去到啦奧運嘅時候480萬。今年嘅4月15號，澳洲最大嘅房產網站 realestate.com 啦，就以 Capucha 重奪榜首，外圍地帶帶動布里斯班地產熱潮為題，列出咗啦10個啦最熱門嘅成交地區。最有趣嘅係啦，喺10大嘅位置裏面，有3個嘅地區基本上都係喺同一個範圍，包括第1位嘅 Capucha、第6位嘅 Morayfield 同埋第8位嘅 Burpengary。而另外咧，其餘嘅7個地區啦，都係分佈喺啦東南昆士蘭唔同嘅範圍。而 Capucha、Morayfield 同埋 Burpengary 啦，呢3個地區啦，我哋有一個獨特嘅名稱去統稱佢㗎，就係叫做 Moreton Bay Loft 摩頓灣北部。剛剛分享嘅文章講咗 Moreton Bay Loft 3個嘅地區成為2026年啦東南昆士蘭成交最表現亮麗嘅地區。內文提及啦，原因主要就係買家可以用一個更低嘅價錢買到更大嘅空間之餘，同時又唔需要犧牲交通嘅便利同生活質素。以下落嚟同大家講最大嘅增值元素，已經落實咗嘅基建投資。
講開 Brisbane 北邊嘅地區基建，當然要重提 EP113 集，昆士蘭歷史性獲得聯邦政府出資80%興建，即係70億澳元嘅大型項目 Bruce Highway 嘅大升級。呢個超級基建工程啦，當然啦會令到北面中心 Morayfield 同埋 Caboolture 會直接受惠。但係呢個90億澳元嘅項目，其實都係整體奧運基建計劃嘅前菜一碟嘅啫。Bruce Highway Western Alternative 又名啦 Moreton Bay Motorway， 係繼 Bruce Highway 嘅大升級後，又一個布里斯班北邊重點嘅基建工程。左手邊橙色線就係 Bruce Highway 90億元嘅大升級。而右手邊啦，箭嘴所指嘅位置就係呢條新嘅 motorway 新嘅計劃嘅地方。當兩條重點嘅高速公路相繼落成之後啦，將會以一個環抱嘅形式抱住整個 Moreton Bay 嘅地區，特別係被稱作 Moreton Bay Loft 嘅地方 Morayfield 同埋 Caboolture 兩個地區啦，將會有兩大嘅超級公路支撐住整個地區人流同埋物流嘅互通。上咗前菜，上埋個湯，大家準備好上主菜未呢？扣好安全帶，我哋一齊進入布里斯班黃金海岸摩頓灣基建新紀元。Cross River Rail 耗資只有54億澳元，得4個新嘅火車站，全長只有10.2公里。放眼喺整個嘅昆士蘭，甚至乎整個嘅澳洲，預算同埋規模都只係屬於一個中型嘅基建工程，而且發生嘅地點主要集中喺布里斯班嘅核心區。究竟對幾十公里以外嘅 Moreton Bay 甚至乎 Gold Coast 嘅居民有啲乜嘢關係？而當呢條短短嘅火車線打通之後，點樣對整個東南昆士蘭嘅基建計劃將會帶嚟翻天覆地嘅影響？現時整個東南昆士蘭服務接近400萬人口嘅火車網絡，最大嘅問題就係3條過河嘅火車線都只有一條跨河雙線雙向嘅火車橋連貫，造成咗火車排隊等過橋嘅情況。Cross River Rail 最大嘅目的係提供咗另外一條路徑跨過布里斯班河，落成之後，來往布里斯班河南北兩面嘅火車班次將會至少增加1倍以上。對好多冇城市規劃概念嘅觀眾，又或者只係搬字過紙、道聽途說嘅地產中介嚟講，我身後面呢個大型基建計劃 Cross River Rail 啦，對幾十公里以外嘅 Moreton Bay 居民可以話係毫無益處。但係如果你好似我一樣，每日花大量嘅時間去研究布里斯班甚至整個東南昆士蘭嘅基建城市規劃報告嘅話，你就發覺受惠於呢個大型基建項目 Cross River Rail 啦，並唔係只係集中喺車站附近嘅小小居民。而 Cross River Rail 啦，最強大嘅武器就係可以令到整個東南昆士蘭5、6條嘅火車線重新整合。落成之後，將會有一條全新嘅火車線，由北面嘅 Sunshine Coast 貫通 Moreton Bay， 穿過布里斯班嘅市中心，直達黃金海岸。Cross River Rail 最新預計2029年，即係奧運之前嘅2-3年就會落成。黃色嘅快線就係全新整合嘅路線。若果你而家喺 Moreton Bay 嘅 Caboolture 又或者 Sunshine Coast 跳上火車去到黃金海岸嘅 Helensvale， 而家係需要大概2小時嘅車程。但係當 Cross River Rail 落成之後，整個車程只需要個半小時，大大縮短咗1/4。呢一條南至北無間斷嘅特快火車線啦，可以話係打通咗整個東南昆士蘭嘅任督二脈，亦都完成咗奧運基建大計裏面最重要、最核心嘅一塊拼圖。而若果你同我一樣花咗大量嘅時間去研究大布里斯班嘅城市規劃，你就會發覺各個奧運新起嘅場館，大部分都係沿住呢一條新嘅黃色特快火車線而佈局。地球上最大嘅盛事奧運只有3-4個星期，但係佢對布里斯班以至整個東南昆士蘭都會帶嚟幾個世代嘅影響，令到一條曾經被取笑為小布村嘅小城市，成為南半球另外一個可以同悉尼並駕齊驅嘅大都會。
99%嘅人啦，都一定會搞錯一個概念，以為啦 Moreton Bay 啦只係附屬大布里斯班一個市政區域，呢一個係一個大錯特錯嘅諗法。Moreton Bay 本身就係一個城市，若果從人口去比較嘅話，Moreton Bay 嘅人口已經接近53萬，比澳洲嘅首都 Canberra、新州嘅 Newcastle 嘅人口都仲要多，甚至啦比塔斯曼尼亞嘅首府 Hobart 啦人口都仲要多1倍以上。所以咧 Moreton Bay 咧本身就係一個澳洲城市嘅規模。所以當你啦打開 Moreton Bay 政府嘅網頁，你會清楚見到啦 City of Moreton Bay 4個大字。傳統嘅城市啦就好似一隻煎蛋咁樣 ，CBD 就係蛋黃，外圍就係蛋白。所有嘅資源同埋人口啦，每天朝九晚五向中心擠壓，死症咧就係極度塞車同埋 CBD 過度密集。但係 Moreton Bay 咧以城市姿態示範澳洲首個大膽嘅實驗 Polycentric City， 即係多中心城市。多中心嘅概念就係將城市變成一個星狀網絡。Moreton Bay 唔見單一嘅 CBD， 而係打破壟斷，打造幾個各自擁有專屬產業嘅經濟引擎。我哋一齊睇下政府網站裡面嘅地圖，由南至北走，各個市中心點樣互補互利。最低嘅就係 Strathpine， 就係一個工業為主嘅市中心。至於上少少嘅 Petrie 啦，就係陽江海岸大學嘅校園，高科技嘅產業同埋體育城。至於 Northlake 啦，就係消閒娛樂購物中心，擁有啦3大零售嘅巨頭 Westfield、IKEA 同埋 Costco。至於 Morayfield 啦，就係未來唯一中密度發展 Moreton Bay North 最大嘅行政同埋購物區。政府啦正將大量嘅公共服務設施集中於此。至於緊接嘅 Capuchra 啦，就會係北部最大嘅醫療基地。而 Morayfield 同埋 Capuchra 呢兩個地區啦，亦都組成咗 Moreton Bay North 嘅市中心，服務唔止 Moreton Bay 嘅居民，仲有往北走非常緊貼嘅陽江海岸居民。多中心城市 Polycentric City 唔係一個空想，而係因着2032年奧運會而超速發展。Welcome to the city of Moreton Bay. This is our future. We're rewriting the rulebook on what a city should be. A bold and polycentric city, connecting people and places with smart infrastructure built on sustainability.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1 million people will call this city home. A place where our community, our economy and our environment grow together. Your future self will love me. We're going green as we grow, protecting 75% of our landscapes while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We're seizing our moment as we take our place on the world stage through the 2032 Games. Creating an exceptional Olympic legacy and building on our sporting and cultural foundations. Our future selves are free. Your future self will love me. Our $40 billion economy will power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Establishing us as the engine room of Southeast Queensland with a global reach. But a city like this can't be built alone. We need visionaries, leaders and champions to partner with us. Together, we will shape 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the future has never looked brighter. Our future selves are free. Your future self will love me. Our喺 Moreton Bay 住嘅居民咧，基本上咧係1個鐘頭嘅車程以內咧，你就可以去到有山有海有湖嘅地方，因為有7成嘅地方啦，都係咧同一啲好靚嘅自然環境共生㗎。依家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啦，全部咧都係一啲真實嘅片段嚟㗎。
喺 Moreton Bay 嘅東面啦，就係一個叫做 Lake Summerfield 嘅地方。佢係咧整個東南昆士蘭啦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水源同埋雀鳥嘅保護區。無論任何時候咧去到啦，你都會有一種咧現代陳世美嘅感覺。而我自己咧覺得咧嗰個地方咧就係去欣賞布里斯班嘅日落啦最靚嘅一個地方。而另外咧，如果你中意行山嘅話啦，東南昆士蘭咧最有名嘅行山地方，其中一個就係 Glasshouse Mountain 啦。佢係位於啦 Moreton Bay 嘅東北邊㗎。呢個 Glasshouse Mountain 啦係原本咧係一個舊嘅火山啦，經過幾千年嘅地質變化啦而形成㗎。嗰個地方嘅地形啦、地貌啦係非常之特別，亦都吸引啦好多嘅攀山啦同埋行山嘅愛好者㗎。最後咧就梗係 Moreton Island 啦，佢咧只需要咧喺城市跳上一個渡輪，就去到呢啲沙咧非常之靚，仲有呢啲水咧係可以用一寶石藍去形容嘅一個地方。嗰度咧最出名咧就係有幾架沉船，亦都有好多人去嗰度睇海豚啊、玩浮潛等等㗎。以環境同埋城市規劃嚟講，Moreton Bay 絕對係完勝大布里斯班其他4個 City Council。本身嘅天然資源就比其他4個地區豐富好多，但係佢亦都係華人圈子裏面最唔出名、最被低估嘅地區。早期嘅華裔移民，中國、台灣、香港人都係聚居於布里斯班河嘅南邊 Sunnybank 一帶，甚至新興嘅印度移民都係圍住呢一個華人宇宙中心走㗎。就算你問呢一班嘅移民去邊度住、去邊度投資都好啦，基本上啦都唔會有人啦介紹你去 Moreton Bay 㗎。亦都因為近水樓台嘅關係啦，所以啦好多華人中介10個有9個啦，都喺南邊工作同埋生活，就更加少人啦提及呢一塊禾稈冚珍珠嘅地方啦。我自己嚟到澳洲，一直堅持有一個概念，生活工作都要買澳洲本地人嘅樓。就算生意啦比布里斯班嘅南邊難做好多，要花上幾倍嘅時間同客人啦解釋 Moreton Bay 嘅優點，但係我一直堅持。因為我相信呢個地方係值得俾更多人見到，我絕對夠膽同大家講，我係由始至終最推薦 Moreton Bay 嘅華人中介，沒有之一。由大概5年前開頻道嘅初期，我就已經率先介紹 Moreton Bay 比較近 Brisbane 嘅地方 Albany Creek。當時第一批揾我買入呢個項目嘅客人只係用咗73萬嘅價錢買入。去到大概3年前收樓嘅時候EP065我亦都專登用呢個例子現樓教大家乜嘢係一個優質嘅聯排別墅項目。前2日同首位嘅客人食飯，佢話俾我聽佢隔離嘅鄰居上個月就買樓。大家估下呢一個我第一個介紹嘅 Moreton Bay 聯排別墅項目升值咗幾多？成交價喺上個月係達到122萬，期間升值咗超過67%，比好多二手嘅獨立屋嘅升值幅度都仲要高。3-4年前就會介紹 Griffin， 到上年就介紹 Burpengary 同埋 Mango Hill， 再加上一大堆嘅二手買方中介嘅客人。我過去幫過超過60位客人喺 Moreton Bay 地區購買自住同埋投資物業。我可以好驕傲同所有人講，我嘅客人因為我而認識 Moreton Bay， 而呢個絕對會係佢哋人生中其中做得最好嘅決定。講咗咁耐 Moreton Bay 嘅地理環境，其實我都仲未講完。跟住落嚟帶大家去一個東南昆士蘭其中一個我最喜歡去放鬆心情嘅地方。Moreton Bay 最大嘅地理優勢就係佢係夾喺布里斯班同埋 Sunshine Coast 陽光海岸嘅中間。本身Moreton Bay 自己都有佢嘅沙灘嘅存在嘅，但係如果要數到一個真正靚嘅沙灘，你可以喺Morayfield Capucha 揸大概40分鐘嘅車啦，就會嚟到 Sunshine Coast Caloundra 呢度。呢個位置叫做 Blue Cock Beach 同埋呢個 Kings Beach 㗎。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地方係成個東南昆士蘭其中一個游水沙灘最靚嘅地方。佢甚至乎比黃金海岸其實大部分嘅沙灘都仲要靚，因為本身Gold Coast 嘅沙灘就係對住一個 open sea 㗎，咁所以你去衝浪就會好好玩，但係你要游水或者有小朋友嘅話就會相對危險。但係嚟到呢一度 Caloundra 呢個位置，大家見唔見到我身後面？其實佢對岸就係一個 Bybee Island。
呢一個地方咧，其實咧正好咧就擋住咗咧 Open Sea 嘅風浪，所以咧整個嘅沙灘咧係可以話水清沙幼，而且咧風浪咧亦都唔算大，好適合咧一家大細咧嚟呢度玩嘅。黃金海岸啦 ，Gold Coast 啦，就係澳洲其中一個國際遊客最多嘅一個旅遊名勝啦。但係咧，如果咧你去問好多嘅澳洲嘅本地人啦，佢哋咧去度假嘅時候咧，中意去邊度啦？好多時嘅本地人咧都會選擇咧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啦，多過 Gold Coast 㗎。因為本身咧 Gold Coast 咧就係一個商業味比較重嘅一個地方，亦都咧有大量嘅遊客啦，每一年都會去到嗰一度啊，打卡啊、影相咁樣。但係咧，呢一度嘅 Sunshine Coast 啦，就係本地人嘅一個旅遊天堂嘅原因啦，就係整個嘅Sunshine Coast 咧，就係少咗好多商業味啦，亦都咧整個嘅社區啦都係比較淳樸㗎。而且咧，周圍咧整個嘅地區嘅氛圍啊，整個嘅配套啦，都係以本地人咧生活為主，而且咧有好靚嘅沙灘同埋海岸線環境咧，亦都係非常之靚。所以咧Sunshine Coast 啦，去到 Noosa Head 啦，都係本身咧係澳洲一個好出名嘅度假天堂啦，環保旅遊嘅勝地，仲有咧就係有好多豪宅喺呢度。而 Sunshine Coast 咧，亦都係咧近幾年啦一個洲際移民啦最受歡迎嘅地方，有好多啦嚟自悉尼啊、嚟自墨爾本嘅人啦，都會搬到啦 Sunshine Coast 同埋 Moreton Bay 呢一帶嘅咁靚嘅一個天然環境裏面㗎。澳洲嘅東岸有幾百公里嘅沙灘，但係去到 Brisbane 啦就斷開咗啦。所以咧，若果計算啦，大布里斯班5個嘅市政區域嚟講，Moreton Bay North 啦嘅 Caboolture 同埋 Morayfield 啦，就係唯一嘅範圍發展又成熟啦，亦都係最靠近啦世界級嘅沙灘，而又可以放心落水玩嘅地方。再加上咧平均樓價啦 ，Morayfield 同 Caboolture 啦，比 Sunshine Coast 啦至少平20-30%，所以咧喺國內嘅洲際移民，Moreton Bay 一直係又平又有澳洲人嚮往 lifestyle 嘅最高性價比地方。試想像啦，30-40分鐘可以去到一個絕美嘅沙灘同埋海岸線，對比起 Sydney、Moreton Bay 啦，只係 Sydney 嘅1/4，甚至乎係1/5嘅價錢。所以咧，當奧運嘅基建逐步落成，交通咧亦都逐步改善嘅情況之下，Morayfield 同埋 Caboolture 啦，成為2026年啦大布里斯班其中2個最受歡迎嘅地區。呢條片咧介紹咗好多好靚喺 Moreton Bay 附近嘅地方。若果想拎啦以上嘅地址，同往常一樣喺下面留言，留一個心心，留一間屋仔，加一句想知道。今次咧仲會加送一個啦，喺 Moreton Bay North 一個本地人先知食海鮮又平又靚，環境又好好嘅地方，私心推介俾大家。我知道啦，呢條片好長，資訊量啦太過豐富啦，但係希望各位啦俾多3分鐘時間我，等我講埋咧文章中咧所謂嘅可負擔性同埋性價比，之後啦同大家分享一則開頻道以嚟最震撼昆士蘭業界而又剛剛發生嘅大新聞。我記得咧，大概8-9年前啦，疫情之前，當時咧位於黃金海岸同布里斯班嘅都叫做新區嘅 Cromer 啦，同好多唔同嘅買家去推銷啦呢個地區嘅獨立屋，好多啦都嫌啦呢個地區啦係往返布里斯班同黃金海岸啦都係比較遠嘅，因為咧佢距離咧布里斯班大概咧係50分鐘嘅車程，而咧去翻啦黃金海岸嘅一啲舊區，例如 Robina 啦，都要大概30-40分鐘。若果咧以一啲當時嘅新嘅土地建屋套餐去計算嘅話啦，當時咧個賣價咧大概係50萬，但係咧今時就唔同往日啦。Cromer 啦嘅大部分嘅基建啦，亦都逐步落成，大商場啊、醫院啊、新嘅高速公路等等，亦都咧逐步推動。所以咧，而家咧去到 Cromer 2026年啦，如果有一啲新嘅土地建屋套餐，如果以一個400平方米嘅土地同一個單層4房嘅獨立屋啦，至少啦都要賣啦120萬以上啦。再比較啦，布里斯班啊，觀眾比較熟悉嘅地區 Park Ridge， 只係講翻3年前嘅價錢，一個400平方米單層嘅4房土地建屋套餐，當時咧都係講緊大概70萬左右。
當時咧亦都有好多客人咧會嫌 Park Ridge 地方遠啦，出市中心咧至少要45分鐘，而且咧會嫌佢咧因為新嘅地區咧供應量多啊，所以咧就可以一直咧抱觀望嘅態度。但係咧當 Park Ridge 嘅地區咧發展漸漸成熟啦，亦都越嚟越多啦自住嘅人口啦移入去 Park Ridge。以前咧個個都話遠嘅地方啦，今日咧就算有錢啦都搶唔到啊！今日咧如果 Park Ridge 咧有一啲類似嘅土地建屋套餐推出，價錢咧就至少要105萬以上啦。3年咧升值超過30%，比好多啦布里斯班嘅傳統號區嘅升幅啦都仲要高啊！我自己個人咧非常咧睇好 Morayfield 同埋 Capucha 呢個地區，我覺得咧佢好快咧會成為 Coomera 同埋 Pimpama 嘅翻版，因為咧佢正正咧係位於布里斯班同埋陽江海岸嘅中間，加上咧奧運嘅基建啦，亦都逐步落成啦，將來咧會有2條嘅公路啦包住呢個地區。情況咧其實同 Coomera 啦將來咧會被啦 M1 同埋 Coomera Connector 包圍一樣，再加上咧新嘅 Cross River Rail 啦，3年落成之後，所有嘅火車線重組之後啦，你跳上去啦快線嘅火車，由 Morayfield Capucha 出發啦，去到布里斯班嘅 CBD 啦，搭火車咧都只係需要40分鐘。而更加重要啦，就係佢現在咧係唯一啦，位於大布里斯班黃金海岸同埋陽江海岸中間嘅唯一一個100萬樓價以下嘅地區。100萬啦，有啲乜嘢咁重要？因為100萬啦，就係聯邦政府5% 首期置業計劃喺布里斯班樓價嘅上限。喺好短嘅時間，樓價咧會直接被首次置業者推爆。因為咧同樣往返市中心嘅距離，又有基建輔助、天然環境嘅加持 ，Morayfield 同 Capucha 基本上已經係最後一片嘅範圍。澳洲嘅樓市已經進入碎片化嘅階段，所有低價位嘅板塊會成為支撐每個城市樓價嘅動力。4月份 Cotality 嘅數據，布里斯班低價位嘅市場年度升幅達到 21.5%， 係差唔多高價位市場接近1倍嘅升幅。主要嘅原因係低價位100萬以下嘅物業，主要咧係由用家或者首次置業人士支撐，對利息嘅升跌、增值稅嘅改革嘅影響相對細好多，造就咗低端嘅市場跑贏大市。呢個咧亦係啦點解 Morayfield、Capucha 同埋 Burpengary 啦、Moreton Bay North 啦呢3大區域成為2026年10大成交量地區嘅主要原因。出片前嘅2日，我參加嘅所有業界嘅群組，有好多人咧都分享咗一段嘅新聞。呢一段嘅新聞一出啦，無論係建築界又好、地產界又好，所有嘅行家啦都熱烈討論。對上一次咧有咁震撼整個昆州業界嘅新聞啦，就要數到4年前啦，成功申辦奧運嘅時候。我咧就唔為呢段新聞咧作過多嘅評論，我就讓咧所有嘅觀眾咧自己自行解讀。睇完呢段新聞，如果你想知道啦，呢個頻道史上最高回報達到7厘以上嘅土地建屋項目係點樣做到？我哋一齊咧進入呢一條片嘅下半部。Australia's biggest apartment developer, Meriton, is boycotting Sydney and heading to Queensland for future projects. 7 News can reveal the company has stopped buying development sites here, blaming our state government for increasing costs. For the last 60 years, they've been shaping our skyline. But Meriton's time in Sydney could be up. It doesn't stack up, adding cost. In the last, say, 5 years, 6 years, we haven't bought any land in Sydney. Daniel Handler and his property magnate grandfather, Harry Triguboff, are heading north. In New South Wales, it's generally taken us anywhere between 3 to 4 years, whereas Queensland, the same site, we can get it approved in 5 to 6 months. Australia's biggest developer shifting out of Sydney and heading to Brisbane is a very bad sign indeed. We can't afford that. We've got to make it viable. The state government promises change is on the way. We've undertaken the largest reconstruction of the planning framework in New South Wales in 50 years. Once some of those major changes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1st of July this year, you'll see a marked
marked change. There are 6,000 or so Meriton apartments under construction around Sydney at the moment. That's because they're being built on cheap land that was purchased years ago. But Meriton hopes this isn't the end. I think there has been some improvement in planning recently. We'd like to get back to doing what we do best, which is building apartments in Sydney. The planning reform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are a very good start, but there's more to be done. We need to see fees, taxes and charges reduced, as well as building regulation. Brianna Jackson, 7 News. Morayfield 咧本身係一個舊嘅區嚟㗎，佢最早發展咧可以追溯到咧18世紀咁耐㗎。咁以前咧佢係一個農業嘅地區啦，咁咧有好多嘅好大嘅地啊，舊嘅房屋。咁而家咧即係整個嘅 Moreton Bay 都發展起身嘅時候啦，有好多大地舊屋咧就俾人收購咗。大家咧見到我後面啦，就係呢一個嘅施工緊嘅地盤。但係咧呢一個咧施工嘅地盤咧嘅旁邊咧就係正呢條街就已經咧係一啲新發展嘅社區嚟㗎啦。咁整個嘅社區咧，大家會見到啦。其實無論係土地啦、周邊嘅配套啦，就算係街燈啦、電商啦，全部都係一啲新築嘅社區嚟㗎。咁而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本身咧 Moreton Bay 咧對比起其他大布里斯班啦4個嘅 City Council 啦，就係佢哋咧發展嘅同時咧係特別着重周圍嘅環境㗎，圍住地盤同埋咧我而家企喺呢塊嘅附近嘅範圍咧，周圍咧都係一啲樹林圍住嘅地帶，佢哋會叫做咧 environmental zone， 咁即係咧係保護住咧，唔會再俾佢咧發展起樓。我喺 YouTube 裏面咧推介嘅樓盤好少，一年少過5個。我亦都咧唔會好似啦其他中介一樣，每個星期啦都喺社交媒體度推介一個新樓盤，個個都話好，個個都話正，但係咧其實全部啦都係呃人嘅伎倆。而家啦已經係4月尾5月頭啦，今年啦已經過咗接近一半。Oriya 咧只係我今年喺 YouTube 推介嘅第2個樓盤。推介任何一個樓盤，我會先到現場視察，規劃環境一定要到位。大家而家見到嘅片段係 Oriya 現場旁邊已經建好嘅社區，整個嘅範圍啦、道路啦係非常寬闊，空間感啦係非常充裕，係一個低密度嘅發展。好多建好嘅房屋啦，門面啦都係非常之有質素，並唔係咧一啲粗製濫造賣俾跨州或者海外投資者嘅垃圾樓盤。而且咧，大部分嘅前花園啦，亦都打理得非常企理。你亦都可以見到啦，喺嗰度居住嘅居民啦，係一啲用心生活嘅本地人啦。地盤對面啦，就已經係建好咗落成嘅社區，唔使擔心啦。入伙之後啦，仲會有好多工程車出出入入。而圍住咧整個嘅範圍啦，三面咧都係咧樹林同埋環境保育地帶，亦都確保咗咧將來嘅生活質素，會吸引到咧有要求嘅居民進駐生活。第二樣咧，我係好留意咧，究竟嗰個樓盤咧有冇一啲嘅獨特性㗎？因為咧一個樓盤咧，如果咧喺個市場上面咧有獨特性嘅話咧，喺第二日咧佢嘅升值能力咧會比較高。Oriya 咧係一個土地建屋項目，土地咧嘅面積咧由225去到601平方米。當我咧做完市場調查之後啦 ，Oriya 咧有一個獨特之處㗎，有一啲咧小地塊，例如咧225去到250平方米嘅小土地啦。一般呢一類嘅土地啦，都只會起一間3房嘅獨立屋。但係今次咧，建築商啦就竟然啦將呢啲小地塊上面啦配上呢一間入則嘅4房房屋去興建。而喺建築費上面啦，基本上都係一樣嘅情況下，無論喺銀行股價、市場價值上啦，都大大提升。而點樣做到7厘嘅回報呢？喺 Morayfield Capucha 呢個地區啦，係可以合法嘅情況之下，通過 RTA 嘅監管啦，去將4間房啦分別出租俾4位單身人士。喺 Flatmate.com 啦，亦都會見到啦好多類似嘅例子。一間連廁所嘅套房啦，每個星期租金啦就可以租到350蚊一個星期。至於咧一啲獨立嘅房間啦，租金啦大概可以落喺260到270蚊左右。所以咧，若果咧你將4間房間獨立出租嘅話，每個星期嘅租金啊可以達到1130蚊。而以10號屋嘅套餐嚟計算嘅話，4房嘅獨立屋啦，整個嘅套餐售價為82萬1千，
租金嘅回報啦達到7厘1。坊間一般嘅新屋嘅租金只係落喺4%。若果你買一啲二手嘅獨立屋，租金就更加低啦，只有3厘到3厘半。要達到呢一種刀仔鋸大樹嘅高租金回報啦，首先買嘅土地不能太大，一大投入嘅資金就會多。第二就係建築商嘅開支，就要喺過到城規嘅批文之下，而以最低嘅成本起一間4房嘅獨立屋。而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就係周圍嘅環境同埋規劃要配合得到。要將一間4房嘅獨立屋分別租俾4個嘅租客啦。當然要經過一啲合法嘅程序去保護翻屋主啦。但係除咗經過合法程序之外有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所有嘅屋主都要考慮㗎，就係泊車嘅問題。因為本身通常你嗰啲4房嘅單位一係跟一個車房或者2個車房嘅啫。咁但係你租俾4個人咁另外嗰3個人都要泊車㗎嘛。但係如果你將另外嗰3架車都泊晒喺街嘅話長久以嚟一定會俾你附近嘅鄰居投訴㗎。咁呢一個樓盤身後邊呢個位置就係 Oriya 啦。佢最好嘅地方就係之前同大家講過啦，呢度本身就有好多嘅環境保育地帶，唔係一個密質嘅高密度嘅發展嘅地區，所以拎過嚟呢邊睇下，基本上喺佢旁邊嘅呢條街因為後面係樹林啊嘛，咁所以你可以喺呢條街任泊唔嬲，亦都冇線，亦都冇牌寫到要泊幾多點。所以當你要將一間獨立屋4間房都分別出租俾4個人最基本最實際嘅practical 嘅問題就係有冇足夠嘅泊車空間。而 Oriya 點解我會覺得佢可以做到呢件事就係本身佢周圍嘅發展都係比較低密度，而街泊位係絕對充足去俾所有嘅即係你嘅租客去泊車㗎。就算會得罪好多觀眾，我都好想直接講一句我嘅感受。購買一屋兩戶本身就係一個非常愚蠢嘅行為。呢一個係上年10月 Facebook 嘅一個 post， 係一個一屋兩戶喺 Morayfield 附近Burpengary 嘅一個套餐。兩戶嘅租金總共係1160蚊一個星期，但係投入嘅資金就要超過120萬，租金回報大概落喺 4.9%。首先我要提醒所有嘅觀眾，一屋兩戶嘅房屋唔係所有項目都可以做。主要嘅原因好多本地有質素嘅發展商係唔想一屋兩戶落喺自己嘅項目身上，因為一啲受歡迎嘅項目有本地買家嘅項目基本上唔需要一屋兩戶都會好快賣晒。而有一啲情況有啲嘅項目剩低最差最大又冇人要又貴嘅土地有一啲建築商就會攞嚟配一間一屋兩戶去推高租金回報，去揾人接貨。而好多嘅 financial planner 地產中介好樂此不疲去推銷嘅，因為高租金回報會比較容易揾到投資者接貨。但係魔鬼就在細節，土地你要買大土地，而土地係以逐個平方米去計算。房屋又要加大面積，亦都係逐個平方米去計算建築成本。所以土地買貴咗，而一般一屋兩戶嘅建築費亦都比一般嘅單層嘅房屋要加多至少10萬以上。而以呢個例子為例Burpengary 一個400平方米嘅土地單層4房嘅套餐價格約落喺88萬左右，而租金一個星期大概係670蚊。所以一般嘅套餐嘅租金回報喺同區係接近4%。但係一屋兩戶你成本係俾多咗30幾萬，但係租金只係推高咗0.9%。基本上如果你識得計數嘅話你就知道一屋兩戶嘅產品純粹係一個投資者嘅陷阱。Oriya 呢次嘅小土地4房嘅獨立屋我自己覺得性價比係特別高嘅原因，首先係買入價係唔需要額外增加成本，而係只係用出租嘅方法去分租俾4個獨立嘅人，然後增加租金回報。而項目本身係傳統嘅獨立屋，並唔係特別為投資者而設嘅產品，所以喺未來保值嘅能力會更加強。
特別適合啦一啲預算唔多啦，一直落唔到手，但係就睇住啦越平嘅樓啦就越升得越快嘅買家。基本上啦，若果啦布里斯班嘅樓市一直啦持續發展嘅話啦，呢一個咧會係喺一啲有潛力嘅地區，80萬啦買入啦獨立屋嘅最後機會。呢個項目啦，亦都咧有一啲比較傳統面積嘅土地套餐供應㗎，355平方米嘅土地啦，加一個4房雙廁雙車位嘅套餐啦，價格啦大概係935000左右。呢一個圖啦就會比較清晰啦。細嘅土地4房2廁1車位，分租4房嘅話啦，你會得到啦超過7厘嘅租金回報。如果啦以全屋出租俾一家人嘅話啦，你就會有接近啦3.9厘嘅租金回報。而如果啦你想買大啲嘅土地，你亦都可以咧分租4間房出去，你得到嘅租金回報啦大概係6.2%。呢個啦亦都比嗰啲 financial planner 啦、中介咧講嗰啲一屋兩戶形式嘅租金回報啦要高得好多。而如果啦你想咧全屋出租嘅話啦，我自己保守估計啦，成間屋嘅租金啦大概係670蚊。而坊間咧亦都有一啲咧類似面積嘅獨立屋啦，係租緊700蚊以上㗎。所以咧最保守估計啦，全屋出租啦，你會得到3.8厘左右嘅租金回報。呢一種咧嘅小土地嘅獨立屋啦，我哋一般咧會叫做 terrace house， 好多人咧會將佢同啦 townhouse 混淆。terrace house 嘅業權咧係永久獨立嘅業權，只要符合啦市政嘅法規嘅話啦，業主咧可以自行咧清拆重建又或者改裝㗎。而 terrace house 本身係間獨立屋，所以咧係並冇需要啦交任何嘅管理費。而點解咧佢睇落去咧有少少似 townhouse 聯排別墅啦？因為 terrace house 咧本身咧各自咧都係間獨立屋，但係因為咧土地相對細嘅關係啦，屋同屋外牆中間嘅空間咧就比較窄啊，所以咧一般嘅市政局啦都會要求啦要將咧兩間屋外牆中間嘅位置啦從外面圍封，避免咧有小朋友啦又或者小動物啦唔小心啦喺兩間屋中間啦走咗入去。而本身咧 townhouse 啦聯排別墅啦，中間嘅分隔牆啦，其實係共同分享㗎，所以咧本身咧 townhouse 整個嘅結構啦同埋業權啦，就同 terrace house 啦有好大嘅分別。點解咧呢一個嘅項目咧嘅性價比我覺得好高啦？就係因為咧4房嘅 terrace house 嘅獨立屋開價啦，都係82萬左右啫。而同區嘅一啲二手舊嘅雙層3房聯排別墅啊，今年嘅二手成交價啦就要去到76萬5，而若果啦去到4房嘅話啦嘅聯排別墅，今年2月嘅成交價啦亦都接近78萬，只係咧俾多大概45000蚊嘅價錢，你就會買到一個內外全新嘅獨立屋，仲要咧有建築商啦特有嘅特長25年嘅結構保養，慳咗唔少啦保險之餘，仲要啦唔需要交管理費。而 Oriya 嘅建築商啦，亦都非常之大膽，知道咧自己開價平啊，所以咧就拎咗啦其他建築商嘅 terrace house 嘅一手去比較，面積咧仲要比 Oriya 嘅 terrace house 細多20平方米，但係價錢咧仲要貴多55000蚊。由樓盤 Oriya 啦往返布里斯班市中心啦，大概需要50分鐘嘅車程。前往啦150間店鋪超大型商場 Murrayfield Shopping Centre 啦，大概係7分鐘車程。而喺 Shopping Centre 嘅旁邊啦，就係 Murrayfield 嘅火車站。原本啦想花多啲篇幅啦去講解啦上年7月出嘅 Murrayfield 嘅整體發展大綱，點樣咧會成為啦下一個 Moreton Bay Loft 嘅中密度行政同埋購物中心。但係因為啦影片太長嘅關係啦，我就淨係留俾啦對 Oriya 有興趣嘅觀眾，就同佢分享啦以下呢份規劃文件啦。若果咧你對 Oriya 嘅樓盤啦有興趣嘅話啦，歡迎啦盡快問我攞啦關於樓盤嘅資料。預計啦下星期啦就會正式推出㗎啦。而若果啦你想拎啦 Moreton Bay 附近嘅景點嘅資訊啦，歡迎喺下面留言。